其实好多咱们当爹的呀，不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起玩，但是呢，就是苦于啊，在一块儿的时候感觉没得说，也没个主题，在那儿尬聊。我呢，平时总标榜，我就永远站在我儿子这边。但今天啊，我遇到一个让我觉得更敬佩的爸爸。他呢，不光嘴上说，还付诸行动，还写成书。这本书《爸爸与小孩》，作者呢赵红云，是一位清华的理科生，一共3册，从小学一直写到高中，经历了小朋友从小到青春期到高中的整个时期，写得非常细腻，让我感慨很深。从很小的细节帮助我们认识孩子，认识世界。